前2天拜六礼拜是选举之前最后的休困日，昨暗3党拢伫高雄造势，今仔3个总统候选人嘛阁留伫南部扫街拜票。国问题是批评讲国民党阁继续的操作弃保，嘛讲民进党指控伊独立金华城是选举无步啊。赖清德甲侯友宜是互相指控讲因长期拢无重视南部的发展。 车队出发之前，郭文德的手拢无停过，无用替支持者签名。那白日前一暗拢伫咧高雄造势，初8早起，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德留伫高雄，用车队伫大社和南仔坑拜票。面对着侯友宜等人提出联合内阁顶操作弃保，郭文德批评国民党选甲无步啊。国民党我讲他也选到一无步咯，一再存就操作弃保。其实我非常清楚，你知道如果把这个选举搭回这个选举的主轴是统独对抗的这种2极对抗，不用选我都知道结果啊。批评国民党也回应民进党指控伊独立金华城，郭文德不办表示有证据就去告。原来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早起是对台南上南边的屏东出发，批评国民党政府长期重北轻南，而且提出均衡国家建设计划，和城市均衡发展。我有提出了均衡台湾国家建设计划。 我希望每一个城市都能够均衡发展，共同往前走一步，远比任何一个城市往前走100步要来的重要。对南部出发的赖清德，会和新北出发的副手萧美琴南北串联进行全台湾车队拜票，也那对手国民党侯友宜有党主席朱立伦的陪同，来到红党主席赖清德大本营的台南拜票，批评台南公电路地铺顶备案，质疑赖清德敢有要查？你到底有要查？ 我定来讲，民进党暗砍才会弊案一挂，唔敢查，所以赖清德伫台南市232天无爱入去议会，有够阿爸。批评民进党辜负南部人，侯友宜呼吁选民爱觉醒，而且搁再表示会组成联合内阁。选前1礼拜，那绿白拢选择对南部出发，下晡搁伫咧台南拼场，3阵赢拢展现无被退让决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